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陪你的节目，我是罗怡丽。Hello， 大家好，我是钟英群阿 Q 妹。耶，好，我想今日是半夜班，当到嘅乡亲朋友读我高节，半夜班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嘅节故事。今日同阿 Q 妹電影旁同大家來講半夜班。我唔錯，我清好嘅建議就係半夜班嘅，就係今半夜。一般來講，做得同到親戚朋友，鄉下始終鄉下，做得來朋友啊，因為我不係睇家庭嘅嘛，就係一樣啊，堂哥嘅屋企，同埋嘅阿叔啊、阿叔妹啊，當然就鄉下差唔多會有3-4人咯。耶，對，有時大家做埋暗下半夜班，因為除了係大家團然鄉下，不過一般來講，你係咪有親特別過半夜班嘅經驗？有，我有一擺去到嘅馬來西亞過節，嗰片過節嘅方式，嗰片嘅華人。古時叫我咩會過夜半夜班嘛？唔過其他的過節嘅方式就同人都冇共樣，一般人可能就係朋友嘛，生意講表。唔過其他的咩哦，其他的拿點燈籠出去遊街，去其他的嘅沙溪，你行了了嘅，唔過其他的嘅燈籠就係用年份乾做嘅。哦。我們小時候細細個時間也是，還有半夜長夜班嘅時間，不過像我嘅半夜班公司採訪啊，做嘅事情就較簡單嘅，就食 U A， 細細個時間嘅 U A 皮嘅做冇會帶，因為我就知道輕浪漫啊，輕有意思，儀式感，儀式感。冇錯，不過今本嘅輕歡喜就是邀請到小廚娘阿 Q 妹來到亞邊，眾生連到藝嘅，特別就做啲幾片訪問配音，那個時都連到藝來做，因為真係連到藝嘅。太好了，貼張咧，故說今本嘅有請嘅阿 Q 妹喺亞邊同大家來分享。自己做的月餅，做兩個，你真的太厲害了！而且我做嘅月餅哈，這算是我自己創的吧？對，就是我自己創的。哇！自創，我用一般來講，大家應該也很熟悉這個冰皮月餅。是，其實冰皮月餅就係食扁扁嘅月餅，韓國佢第一度可能會包冰淇淋啊，又係講扁扁嘅豆沙啊，內部就係用像嗰種糍粑嘅皮然後佢包起來。古時候我就老佢編發一下，其實我本來有個食譜係用冰淇淋做的，係用冰淇淋。唔過我知道你做嘅時間會有些的困難，因為冰淇淋會融化。唔過因為老佢包起來，他就要在它融化之前就很緊張，很緊張。在它融化變胖之前、變皮之前、融掉之前，做一了還要吃掉吧？太難了，太難了，太難，不過我就放棄了，我就開發了一個自己新的食譜，我就用 cream cheese 來做。對。好期待哦！公司採訪其實根本要做樣啊，只有看到材料，其實我蠻識講。我說等一下，好期待，而且聽說唔會太難，唔會咁簡單。TPD 呀，同大家的分享就會鄉親朋友會講看到了，覺得今後是在家裡也可以自己做。可以，因為呀，一包嘅疫情的關係呐，大家可能冇辦法出門同大家鄉下來朋友。嗰時候就做第五卡來做安陽嘅月餅來同大家來分享咯。耶，太棒了！嗰時候也還開始了，從冇。好，先來同大家分享材料。材料嘅鋪分我們其實很簡單，內餡就像3種，一種揾到奶油乳酪，奶油乳酪大家可能唔懂數是，唔過你說去到超級市場同佢講奶油乳酪或者是 cream cheese， 要譬如寫英文 cream cheese。按用嘅奶油乳酪就做得拿來做這個的內餡，它跟冰淇淋不一樣，佢唔會溶嘅。OK，唔過佢又有嗰種黏黏順順的感覺，有一些像濃稠一點、奶味重一點的優格。哇！因為優格也是太水了，沒係中唔得。故說人做得用奶油乳酪，啊，記得去買嘅時間，唔好買到有個從頭有個腐之後有個黏嘅就錯嘅。對，要買原味的，因為它很百搭，它可以做鹹的醬，沒做得做甜的醬。OK。故說我們要做甜的，就不能買有加鹹的東西的 cream cheese。然後接下來是果醬。OK。果醬的話，基本人準備嘅係覆盆子果醬，可以糊糊。嘿，對。唔過是愛酸的果醬，全部就做得講藍莓啊、蔓越莓啊、草莓啊，草莓可能還會有一些的甜甜。OK，故說酸酸較好。對 ，OK， 看個人果醬，因為亞烘甜點，它其實冰皮也甜。cream cheese 也很甜，古時候加起來，希望做得起酸味去綜合它。對，有酸味嘅暗用嘅果醬去綜合它。然後接下來是消化餅。
消化饼其实去诺杯买迄一台条嘅，平常时没做得拿来。不会轻贵又轻厚身，对，都便宜。很香。一般来讲是拿来做塔皮的饼干。对，那还有像cheesecake。带下个一层的饼皮，那个很好吃。糟糕了！我说，我今日做按用个 cream cheese 冰皮月饼，有滴咧黑老cheese 蛋糕的材料。OK， 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本太甲用下来过呀半夜班过中秋节。好，再来就是它的散夫。对，散夫是雪媚娘皮，雪媚娘皮或者是马吉皮。哦，对，就是黑中起拔个东西，我其实没有去加做工。哦。对，啊，不过去加做就是有些太麻烦。你做咩一简单，就是用糯米粉加水整个就做得了。哦，听起来不会很难，但是因为它很黏，然后准备东多给日本太白粉，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错，对，一般嘅太白粉有慢慢冇用用。这个一般嘅太白粉，你可能还会经过炒过，然后去炒熟，当做得吃夹生。哦，对，啊，不过你去烘焙材料店找熟太白粉，或者是日式太白粉，按用就做得吃夹生。哎，我真的长知识了，唔知嘅，我都就会偏米粉就 Q 用，冇 Q 用，而且日本呢，或者是熟太白粉。哇，根本一碟放起来呢，我就一直在自曝其短。没关系，也还黑懂点奶，因为你是去超级市场买果酱、奶油、乳酪跟消化饼，然后雪媚娘皮跟日本太白粉去烘焙材料店买，按用哇，材料就全部买到哎。糖起来嘅材料唔会轻困难，轻简单，不过就唔啲做起来嘅感觉很浓诶。好，接下来就来做本太甲坤哦。一开始先为了我们的消化饼，我们的消化饼啊，准批差不多70公克，所有材料都是1:1:1。OK， 哦，轻简单。对 ，N 一粒差不多会用到30公克的分量。嗯，但是呢，因为 N 准批它多单位嘛，啊，某等它唔拉饱。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准备70公克，这是6颗份的分量哦。哦，我们先把消化饼捞给冰落来。哇，你看。然后给冰落来过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很暴力的动作。什么？一般人会拿擀面棍，对，然后就老给按钮。哦，好。对，这个过程其实也蛮疗愈的哈，对不对？黑公有嘛该，黑公有嘛该，唔中意给你，还心情唔好嘅时间，做呀时间你就做得想说。你嘛个意思？对，按子掏配吹 ，OK， 有时候得留一些类有大有小的颗粒，对，按有湿气了，有时候会比较有口感，对，会比较有口感，没错。然后烤好了以后就拿给倒落来，好简单哦，很简单，对不对？就在旁边，没有，它真的很简单。然后那个可是带塑料啊，真劲。哦，刚才阿群们问我讲，我向下做，问我讲唔爱，因为我讲，迄个我向下做，向下做可能就会把这个月饼包的不像话。其实我去改个包的功力也不太好，啊，不过有时候可以透过练习，然后这个还没有这个比较大块，对，没关系，再敲碎一点。然后我们的果酱一样是70克，就老给不用全部不用你全部不用了。哦，同志朋友滴哦，给他阿群们讲的呀，迄覆盆子给果酱，酸酸的。不过迄个你想吃个其他口味的，只要酸酸的就做得了。没做得，然后这个老给放进来，奶油乳酪放进来，然后就可以开始搅拌。哇，对，然后就老给按钮搅啊，对，混合均匀是。混合均匀之后，等下会老给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一球一球的包起来，因为我们的馅料太软的会唔好做，而且老给变硬来。哦，姑叔，你的意思说，现在我们先示范给有请朋友看一下。对，我们等一下会有就会按键单，对，都其实按有给做后 CC 掉，你先要放到冰箱给它冰。我们一般的冷藏就做得了。不用冷按有冷冻，不用冷冻。对，姑叔有请朋友要它看到要冰冷冻，啊冰几久？差不多20分钟就做得了，这其实是让它成型，目的是这样子。对，目的是要让它成型，就是看太感。我以为会很难拌呢，其实也没有很难，超容易的。而且其实拌好捏成一团一团之后就是长这样。对。
哦，你老给搅好以后，好不好？好，这我们是假装，你知道，你做节目有节目效果。变过以后就会上到岸呢，然后可爱哦。提醒大家哦，要保养要准备那个保鲜膜 ，OK。然后保鲜膜打开了，然后30公克放进去，再给老给捏，然后它就捏之后按钮一 Q， 然后不用都冷冻，不用都冷冻，20分钟，它就会比较坚固一点点。是，对。那我们现在就拿呀饼糕给拿来包 ，OK。为什么要黑饼糕给？对，饼糕给拿来包。对，这是我们要用的皮，对吗？对，这个是皮，这个皮蛋糕有一些细的粉哈，可以先把它拍掉一点点。OK， 你是贴豆腐？对，我是贴豆腐。过后以后我拿过来了，我就做的来捞呀。等一下，我先放过来。啊，拿都买分，哎，我都没办法帮你的忙，没关系。OK， 捞呀。我觉得我在旁边都没有功能。OK， Kiki 用保鲜膜保后有一点点化掉了，没关系，我们把它挤进来。不过太家就底下黑碟冷冻饼糕20分钟给。馅料就要用饼糕20分钟的哦，然后好了之后，哇，感觉上真功夫要来了哦。这个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然后同俺妈妈再给我继续来后吸，太好了，有没有把它收进去？阿姨，然后这样子哦，哇，好像在包烧麦哦，有一点像，有没有 ？OK， 外面的皮把它收起来，哇。然后呢？好险，我刚才没有自告奋勇，随便把它捏捏，剪掉。OK， 好。做嘛各位老给剪片哦，也会引力太多皮耶，会影响口感。OK， 对，我们就把它包好。好的，好。然后要给它要有模型，对不对？对，然后引力它会粘黏，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它一点日本太白粉。日本太白粉。好的，手啊。哦。手啊，以后我们准备一个很可爱的模型，这个很可爱的模型，把它记得哦，这个底下是皮的收口要朝上面哦，因为我们这里才要印花纹啊，然后不用海黑 ，OK， 所以这个也是在一般的一些材料行就买得到，对 ，OK， 然后呢，我们放在上面，哦，好浪漫哦，好，来稍微有一些的太力，啊，不过唔好太力 ，OK， 轻3下1、2、3，哇，好像多好紧张哦！我们轻轻的出来了，好棒哦，真的，很可爱。对，成功！哇，唔错，鼓手好，组长也表送文，我爱同意本电视，团圆分享，祝福大家小点点耶！哇，所以乡亲朋友下堂还有精彩嘅好看哦，先聊下，定下就嚟。欢迎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今日上一段節目，要同大家來分享做月餅嘅方法。啊，唔過下一段冇共用了，我來同大家來分享配肉嘅醬料。啊，唔過同大家來分享以前想要來做一件事情，就係今日福起來嘅中秋節半夜班嘅貼片發通啊！耶！你有幾多生意來參加冇啊？大概1萬多人。沒有啦，300人。我們說，就是因為今日有這個徵文的活動，其實今日啲名錄項有整一段時間咧，請大家同福起來嘅團隊來分享呀，就用辦高件呀，就好生嘛嘅月餅，同大家還會希望大家來分享一條相片啊，真的。不過我們真收到了差不多有100個訊息，真的好感人哦。對，我來抽獎哦，我來抽設備哦。對，就是啲鴉片，故說給不應該就會抽獎小天使，沒錯，其實是大天使啦，來抽，那我就要抽咯。對，啊，我們等下會烤肉啊，依麗姐聲音冇錄到啊，真的，哇，好緊張，姐妹真的聽無限呢。好，第一個來出道嘅係昌明六，因為下一個英文哈，我們可以睇家己講英文哈，恭喜哦。恭喜，第二，我有很認真抽哦，雖然這個爐越來越熱了哈，我講給大家恭喜哈。哦。朱芳六 ，OK， 英文哈，大家真的英文清哈。他會不會留下這個名單？公布到那 Facebook 當中。第3名是 Sophia Huang。為什麼？大家都英文名誒，你不會一直被人家搜尋到。 OK， 我懂。第4也是七開茂。
看起来是姓毛的，对不对？姓毛应该是姓毛，恭喜几个了？恭喜4个，第5个，感觉抽得很积极，好热闹，真的有中秋节的感觉。来，真讨厌，对，提供1位，对，恭喜哦，还有5名。泰嘎听说很想要被抽中，迄个泰嘎有看到想要了解家的送马嘅东西，都会同泰嘎去抢泰嘎去 Facebook 上有看，这个是 Lilis，对，真劲哈，大家都分享了很多1、2、3、4、5、6勾结的方法。再来，我有很认真抽，对我有很平均的分配，对。这个是我们的钟佩如，恭喜哦！1、2、3、4、5、6、7个了，还有最3后，哇，清定总哈，这个是黄瑞祥，恭喜！你们青蒿生月饼，真的，很多人都选月饼，对啊，一定要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仪式，对不对？对。再来，Jane Wang，我爱烤肉大餐。哦，那你等一下听说要继续看下去哦，影片节目当中我们等一下要配牛，还要做奖不太搞的哦。最后一位。陈振中，今天还是朋友，他说烤肉大餐，对，故事 end 他节目当中就要来朋友。好的，那就会给你给10个幸运嘅中奖者，对不对？全部出题嘞，恭喜你哋做得到精美的小礼物哦。是的，啊，不过要是题出题以后，和 TPL 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涂大哥，佢同 M 分享嘅高阶嘅月饼啊，哦，真的很厉害耶！有跟你一样厉害吗？哦，我觉得比我的还要厉害，它是卡通型的。故说 NTP 哈，因为半夜班连线本以后，打天发本以扣好了，来谈看啊，佢同 N 来分享家嘅月饼哦。故说家来连线，好，涂大哥，有啲先生大家好，大家好，Hello，嘿，有看到唔同大家来分享嘅月饼，嘅月饼等等影响呢？超那个咸蛋超人啊，对吧？给黑玛莎做诶，你看很可爱。哇！好。给黑玛人做给月饼按等一下。我孙呢？哦，跟你有强下做嘛？有同孙的强下做嘛？冇啦，阿妈带去啦，拿政府带去啦。哎呀，你孙的按谁会做月光饼按枪哦？你是做赚拿赚的，甭管一天到4的。哦，后生么？后生咯。跟每一态度诶，跟你半夜班你黑不黑要青蒿生月光饼啊？哦，哎呀，那客家嘅做行做，嘅系咪个猪肉饼那种啊？哦，挺多样的。真婷，你看哦，这就是传统的。对，你看，就是内行的才会说出主乳饼爱用嘅东西，对不对？因为佢青雄嘅行嘅啊个，真的就是客家嘅米西。哦，也给黑你孙的，你给黑唔黑么？好，听一下咯。OK。谢谢涂大哥同我们分享呀的高阶嘅方式，分享与讲嘅月饼哦。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半夜班快乐。好，谢谢，拜拜。好，拜拜。谢谢。好，谢谢。哇，给木叶半夜班真给好欢乐，而且很忙，我们很忙。我现在还要烤肉。对，今天给木叶同大家来分享，就是你看一下有一个小烤炉，真的先等一下，然后也准备了按有跟肉串，对不对？不过我们等一下有按有跟肉串，给木叶冲掉黑马该黑阿曲妹呢，继月。那个没错，冰皮月饼之后，我来教大家嘅其实是酱料。对，烤肉酱其实很简单。不过我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孔天嘅烹油嘅方式。我们要降低这个烤肉的油烟，真的会用板粥呢。嘿，好来。第一呢，就是要避免在室内使用木炭，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我觉得电烤炉下很方便。对，像有个电烤炉就很好。然后我们不能在室内用木炭烤肉，因为太可能凶哦，因为疫情的关系，对，不能在室外。但是也不能在室内哦。然后亚洲还用电烤盘，也要开抽油烟机。对，还是会有烟。它这个就是即使是用电烤盘，还会有一些盐呐。然后避免食材过油，太油的可能会先切太。要煎它 ，OK，然后食材配好以后，烤好以后再过来温酱，可以减少油烟。对，做嘛个按用，因为那个
有太油呀的，就很容易会夹落，没错，就是会有锅底就会产生油烟。对，我们超故说应该他就会来做一件事情，先配肉。太好了，来我们要来配肉是不是？烤肉哦，我看我今天真的很 busy 耶，太先放一下，太忙了。好的。其实给不应该我今天的事情真的很简单，我今天要做事情就是配肉，然后麻烦阿 Q 会教大家讲，我觉得是不是清爽的酱料？我们再从它有不用讲酱料，一片供应一片不用油哈。对，我给投入就按用你天天抹配给对，其实有一些更种哎，真的。而且我很爱吃瘦肉，他敢放芥末，我就先放瘦的。我也喜欢吃肥肉，拜托帮我放。可是可以，所以安永不会弹哈，对不对？我们刚才才跟大家讲，安永不会弹，不会，而且我们火没有很大。那接下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它简单的配肉酱。如果你想要做照烧酱的话，很简单，3样东西：米酒、调油。糖3样东西1比1比1比例放落去搅啊，这样子就是日式照烧酱。OK， 很简单吧？超简单的。那我们还会同大家来分享的是个董中医的这个，也算是我自己创的啦，就是特色的油味配肉酱。哦，听起来就很清爽。对，素贤要先做一点手工，我先来绑油味。对他听到手工才会听到旁边有哔哔哔哔的声音。对，要先来绑3粒，然后用呀这个也是可以用这个啦，这个叫什么擀面棍？是，可以用铜匙，就会捞起脆碎。哎，我真的觉得你很应景哎啊！你们半夜班就会吃油味啊，你又用油味就是要这样啊哦。感觉上好像食材不浪费，有它赶紧给精神，就是孙沙哎，你知道吗？而且你可以讲不用油给发，你又不是在个不用桶哦，我觉得很方便。哎，太个某巴冻海某碟周 C 哈，其实配肉唔係对，不是只是一直搬来搬去，你要让它有一面先熟了再翻。哎，有糖的有清怎样吗？有，我觉得哪碟干扰中医情，你继续。好，那我现在聊油味，多罗亚台湾地度。好。然后这差不多係3粒嘛，3粒過後我不用調油不用3湯匙。哇塞！1湯匙。公司菜方啊，從來大概就好了。2湯匙、3湯匙。OK。然後再來是米酒。很大，因為佢又有酸味，佢又有甜味，太特別了。然後再來米酒1湯匙。日本人就會吃周寬寬呐，真嘅，完全都有老米酒。然後呢，就是我們的蒜頭，韓國辣椒味。OK， 這個就是蒜頭差唔多2片。是。對，然後蒜頭就是先後切下油的味。OK。對，泡泡啊，薄皮不用筍烘。哦，你看你家真年輕講，還有1分鐘哈，我們現在有點累。那我先切1塊。OK。哦，因為我跟有一面已經熟了，所以你看，這麼快？還沒啦。意思就會講哈，就是你知道這個阿曲妹小廚娘，其實不用給東西不會清難，而且其實就是做起來也很快速。超短的時間，我在3分鐘內做完一個醬。真的。我覺得你不但可以當小廚娘，還可以去參加那種就是限時的這個廚藝競賽。可以，來哦，60秒給時間，然後最後。OK， 這個芝麻，等一下，還可以。你會覺得很刺激，有點很刺激，你不要切到手。不會，我很有自信。30秒，然後老幾攪攪啊。哦，看起來好厲害。等攪個油味，它出水的味。哦，這個烤肉醬就完成了耶，好棒哦！你又有甜味，又有鹹味，又有酸味，又有蒜頭味，又有辣味。好了，我做完了。哎，我覺得這個肉我已經聞到香味了。我說黑妹，黑唔黑其實等它是按用跟油，我覺得就像你講哎，按用靠油它不會有油煙。對，它其實我剛剛是說油煙嗎？客家國語油煙，它沒靠油煙。烤得很好哎。哦，真的嗎？對，我被小廚娘稱讚。哎，鄉親朋友啊，同大家講，烤肉就是不要一直翻來翻去，一面，然後有點出水之後再翻到另外一面，然後就像依晴講的，阿 Q 妹講的哈，按用給翻面過後，你覺得再拿起來沾這個醬料，按用吃就做對嘞，就不會有太多油煙，而且又不擔心吃太多醬，一些些的重點是按用就做對嘞。所以我覺得今日真正清粉一點，樣樣旁做一同大家來。
那个这个朋友还要逼迫你在1分钟之内把酱料做完。唔过吼，ending哈还会连线呀，怡芳老师来同大家来分享朋友嘅一条内容哦。今日度让胖了，你改乡亲朋友看好了，半夜版其实非常感有意思，太有趣了。今日用暗用嘅方式，第一啊，天使党共同大家来见面，同大家共下高阶咯。耶！我呢条团节目咧，绕墙度大家都动手了，改恰一放心上，所以你哋下是来到去连线。恰先生老师。大家好，我是金钟市强尼凤，系今年东方戏好的啦，大家来打嘴鼓。耶，其实动有没有看到哈？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疫情比较趋缓，也算是疫后时代，对，没有办法跟老师面对面的碰面。不过昨天安庸仔做2端的连线，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老师什么？嘿，没错。很有意思。不过线上，你基本也系半夜版哦，你等于是做要让帮强下，让你改乡亲朋友来搞半夜版，所以你看哦，今天绕墙头恰一封线上非常重要，而且可以邀请到谢老师，当然就是要问到朋友烤肉有关的事情。唔错，因为刚他上一团节目，妹有去家来朋友嘛，鼓手吼就会来问一下怡芳老师啊，你去家这个朋友的时间，因为见你营养师，听说有人去家给独门的或者是特殊的食谱，会同大家来分享，还有咩像做咧今本也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个创意朋友嘛？对，请老师分享。好，其实我创意朋友吼，我的方式是讲，我会留一条海鲜吼，比如讲一条留咸吼，还有一条青菜吼，强下配，因为按配下去吼，的轮泡子袂油吼，咸来无香味袂油吼，还一条青菜袂油吼。当简单，你该铝箔纸下头吼，你就得吼，先铺掉菜，因为铺菜下去跟肉杂味吼，因为有青菜关系吼，跟肉杂味黏到吼，就得下头先表埋，表个金针菇。金针菇表下去吼，你就一口，不用讲，你表到龙胆石斑，莫其他一点点表上。好高级哦，龙胆石材很高级。莫是就得表到个토마토表下去，吼，啊表到个太葱头，哦，你啊葱当贵，你太葱头是做得，来表一点点嚟姜妈下去，按笋头米表下去，是按吼那个芡皮来是起在那一配，因为佢啲不要咸，伊咸是表。咸哈，因为基本性是有咸味，也有鲜味，因为有tomato是顺顺哈，按配冻好，是按一配不给熟的时候，嘿，按其实冻简单。有发现吗？你看到那个营养师的烤肉就比较不一样，他讲出来就是会觉得很营养。你看线上提给不是讲哦，我们要饼料才会有蛋白质，有没有？对，先从营养出发。对。那我刚才知道米西没有骨豆呢，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啊，不用tomato有一些是酸咬，有一些是甜，有鲜甜的味道。对。再够搭配呀，要有这些海鲜类的味道，再够加葱头。刚刚欣赏有讲不要去买葱。真的好贵哦，对啊，不过啊，味道都有了。对，不过你讲线上可能你跟他分享给朋友，因为我们的节目下午跟乡亲朋友来见面，所以乡亲朋友很多人有可能晚上如果还想要继续这个烤肉的这个气氛，还可以延续。线上台咖啡躺起来会起头讲，你该还改创意烤肉，好像。又营养，可是好像说，好像不够刺激，因为一般因朋友来讲酱料很重要。刚听起来会觉得哇，高级食材有没有龙胆石斑，然后太恐天呢？对，很恐天。那我们的酱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做加强？什么？我其实我教大家用是沙沙酱，好不好？哦，一种简单的沙沙酱。沙沙酱不是？其实沙沙酱台下的，对。某些沙沙酱，其实沙沙酱当简单做，你做的吼，该差不多tomato吼切肉，差不多一杯的量，它个葱头吼，每是差不多半扎是做的，还都抬笋条米，还都买了柠檬汁或是莱姆汁，还都那个胡椒。
我本身是好，会到个盐水向菜啦，表下去，甲梅下向。哦，第二摸头摸到摸上个人，他们用东西奇异果没做的，奇异果没切揪揪。有没有吃过奇异果沙沙酱哎？那第二摸奇异果没摸上个人，你用翁梨没做的。哇！等一下，翁梨没做沙沙酱，很棒哎！你没有 A， 你可以放 B； 没有 B， 你可以放 C。对，对，tomato 都会被奇异果还讲翁梨来取代就错诶。嗯，嘿。你做得吼，一点点头油，一点点的橄榄油到地白度。等于每含你讲爱，今天爱健康吼，我每啦每用头油没做得，因为每用头油见梅是当好嘞。你做得啉到橄榄油，等于混解下吼，解梅吼试下有冇个干肉又到橄榄油下是，其实还梅。求火烧 ，OK， 所以信上用糖油肉为港沟拱，你刚才介绍的那个创意的烤肉，很适合沾这个沙沙酱，对不对？看起来是又塞给狗哎，是一根系列，一张内列，就是因为鱼嘛，对不对？然后青菜，然后再沾这个沙沙酱，然后这个沙沙酱信上狗对，感觉上又很清爽，而且很适合海鲜，没懂是含肉类啊的，韩国人韩做的拿那个饼的拿来腌来爆，多好啊！对，如果信上你看哦，我们拱斗俩哈哈，兄弟妹围起头，哇，这个感觉上是又清爽又健康又营养。老师其实恭喜才会，我觉得就是说，半夜版朋友已经变成大家一种非约定俗成的一个仪式。听说周围他们乖乖。对，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烤肉的食材，可以在今天特别提供，或是有什么一定可以分享的这些烤肉的选择食材，有吗？其实我建议吼，按台下咱来呛出是下豆豆吼，比如讲你台上头，好啦，台上头你是做切轮切放心拿来配吼，啊风菜头呢没做得配啊，风菜头吼你小口拿去不去脆熟嘞，莫是微波炉熟还熟嘞，拿来配，啲梅是当好吼，还有饭酥是莫贵张吼，你做得来切一袋一袋吼，小口该。微波炉配下吼，不一小条熟，一点点熟下，长得配点梅下好啊，金瓜啦，哈，呛辣椒啦，还有糯米椒啦，哈，还有到个豌豆有冇甜豌豆啊？其实配盐梅咪当好哦。当然玻璃菜就等于咪做得拿来配啦，哈，咪下走死掉哈，还杏鲍菇啦，哈，你配出来你等于铁板去配，一定就该。出来哈，该余热你做得拿来炒掉东西，比如讲你炒条鸭哦，等于用铁板烧，没往下，还是做在做铁板烧。好，它就等于上去好，等于用该你看我袂，莫懂我袂配嘛，但我也配过下个铁板你上去做得慢了，该盘拿来做三角饭团拿来配啊，炙烧饭跟没做的感觉，不是卖面包哈，那个三角饭团没意思，他买了不都拿面来配。好，面的炒面，每周那个水饺来煎饺做煎饺有蛮呢。你是该小口个水饺表上洗以后哈，表到水，其实慢慢等水照太煎饺是熟的，所以你有贵下冻豆种的放心哈。没听讲你一条是面包，你个是培养东西像啷，该因为最主要你该培养的感觉是讲你是在煎东西的感觉，但感觉是贵。是全家 DIY 是在做晚餐的感觉，所以其实简单谈起来，信上讲的就是有营养、有空气、有好食嘅食材。讲来讲去，其实我们要的只是聚在一起，对，是一种仪式感。然后老师给的是一个铁板，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就是凑的，因为其实对你身体好空气，你必须承认吃太多烤物、烤烧焦啊，太多的肉类对你感身体没讲非常好，所以也要有这个仪式感，也就满足了，对不对？如果董东颖你配音的时候，就像易姐刚刚有讲到，孔天啊，董东颖就会想要贴一张铝箔纸。哦，对，这个贴铝箔纸，我就会有一些系列讲，故事根本也没想到人们欣赏，呀，用铝箔纸有乜个要注意嘅冇？哦，你就放心了，你也配不给下家哈，他蒙片是讲全部露白，全部露白，你买微缩，莫不易看到，这个还因铝箔纸有一面很紧嘛，一面还雾外，你买个微缩是不用揣。好，它雾面是表模本，按一页传热我还加，没还按签啊。不过铝箔纸有点莫不用调哈买东西，莫不用调酸的东西，莫不用调油，因为你多多少少有铝会走出来。虽然讲铝你啊，当讲研究是讲对身体有不都是讲就得排出去，
如果就等于绕木吼，它是铝哈是哈钙，我们的强度铝其实même是讲会中毒啦。你主要说你也绕火吼，你多啉到空气就会走出去。都是水它就会排出，然后给每个片会香淡色的东西，对，然后给包起了，全部露白。哇，这个好好记哦！很好记。今天时间够在冻家吼，大家上讲吼，该半夜办是东西总会被吸铁到。现上短短哦，乡亲们的分享，还讲你吸铁包、吸铁豆，有没有什么缝隙可以缓解？总是不小心会吸铁豆啊，或者是吸铁豆平时某些个东西，都是中有可能。都是中哈，就几样东西，你饭后水果你都是都哈帮助消化。比如讲，你是都奇异果，你是都木瓜，你是都凤梨，你好像很多东西都在帮助消化。还有都是讲哈，相信就是都其实你地方像印度料理，你专门都表在茴香水，但茴香水是会排空，根本又蹦出哈。或是一些都姜妈水，你讲姜妈茶哈，其实咪做在帮助你消化。姜妈你做简单姜妈泡水哈，滴滴的柠檬片表下其实做在的，不是表示更多东西。还有人讲是配的东西，像是对身体好，你姜妈啦哈，捞柠檬，都姜黄下去。直接做个热饮的饮，其实对身体是好。是你以后哈，你很多朋友以后你按你做抗氧化，对身体效法。完全今天时间够在冻家，跟谢一帆老师打嘴鼓的时间总系唔拿。到了节目的尾声，除了非常感谢欣赏，系讲又记得你10个都连线哦，所以做不来做不欣赏半夜版快乐。谢谢老师，老师拜拜，拜拜。也希望讲建议半夜版的所有嘅乡亲朋友，其中叫下平安快乐，天天下来好照常，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吸铁包，夹夹来做运动。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